今一开始，咱来关心国道3号中华和美路南路段，伫昨日才发生死亡车祸。想袂到同一个路段差无到100公尺，伫昨下晡5点外，又搁发生5只车弄做伙重大严重的车祸，造成2个人死亡，5个人受伤。上北的车正顺，沿过路南的车是塔加路路长。国道3号中华和美路南195.1公里，昨下昼5点外发生连续对撞的事故。占用中加外车道，后壁的车塌尾到5公里长。消防局接到报案赶到现场，甲驾驶救出来。总共3台大货车、1台轿车，还有1台箱仔车弄做伙。黑色的轿车车挂规拢掀开，白色的箱仔车车头也弄甲密密毛毛，弄击的力量真大。其中2个人当场无喘气心跳，送去也是救袂大，还有5个人受伤。到达现场之后，发现有5台车辆发生车祸，救护人员发现现场有3名受困，经抢救后于17点7分全数脱困。事故办理了，现场伫咧暗时6点50分恢复通车。正卡下的是，这件车祸发生的前一天，同一个路段也发生3台车的车祸，造成1位货柜车的司机死亡。这2件车祸的地点只敢离100公尺，而且拢是发生伫下昼5点外。目前车祸的原因也搁伫咧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